好女人得到名声，坏女人得到一切。我程嘉译拿着前男友妈妈给的500万分手费跑路了。现在只要我能拿下今天的大客户，就能从律师转为合伙人。光明的未来正在向我招手。程律，顾总已经在里面等您了。顾总，怎么会是顾宇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3个月前，他母亲找上门，我才知道他是京圈太子爷，并且他要订婚了。我拿着他母亲给的500万，当晚就说了分手。姐姐，刚才舒服吗？他是京圈太子爷，还要订婚了，不能放任自己沉溺下去。我们在一起3年了。爱是想念后的抛线，离开是渐行渐远，和我们顾宇，姐姐，我们结婚吧。姐姐，你别开这种玩笑。顾宇，你明明是京圈太子爷，隐藏身份跟我谈恋爱好玩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不爱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没想到辞职、搬家、换城市，还会再遇。谢谢顾总。程律师，我好像被人骗了。顾总，你先放开我，我们详谈。你放心，被骗的金额都可以被追回的。我被睡了3年，他骗了我的心，还想跑。程律师，你说我该用什么法律手段追回？顾总，您说笑了。这是启盛和志成公司并购案的合同方案，您先过目，一会儿我们详细讲解。姐姐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一定要对我这么残忍？顾总，如果没有什么别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好。这份合同方案呢，我们是从此这3个月是从起始。我反省了很多，是不是那天晚上我弄疼你了，所以你才生气了？顾总，今天更重要的是，可是你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不舒服的。如果顾总今天不想聊工作的话，我们可以下一次再约时间。他要订婚了，我不能再被他影响。不送。真冷漠，我只想见见你都不行。说，顾总，您要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我马上过来。你的意思是顾宇来护士了？我看啊，他就是来找你的。要不你干脆跟他复合好了。复合？他现在可是豪门太子爷，而且快订婚了。妈妈当年高嫁豪门沈家，结果被伤得体无完肤。我绝不会走他的后路。
Welcome to the new world, never seen before. 我们的人只查到夫人见了程小姐，但查不到他们说了什么。只要他不是主动离开我的就好。可是他现在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哎，你说，我要是现在撞上去，他会理我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撞上去，撞轻一点，别伤了他。撞上去，快点儿！近期，本市发生多起豪车追尾碰瓷事件，不法分子利用车主怕麻烦或对豪车维修费不具的情况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是我们老板他。老板，团伙作案是吧？行。车上的人给我听好了，我的车装有全方位的行车记录仪，这条路上也有市政高清监控。如果想碰瓷儿，我劝你们打消这个无聊的念头。程律，我自首。要怎么处罚？悉听尊便。处罚就不必了，只是希望顾总以后不要再玩这种无聊的把戏。我撞了你的车，得赔你一辆新的。不必。顾总，以后除了工作以外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有其他的联系。我怕我新男友会吃醋。你说什么？你有新男友了？对。所以顾总，注意分寸，别再纠缠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他信了就好，以后不会再有牵扯的。既然你有了新男友，那以后我会学习怎么当小三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我暗恋了你10年，就算是做三，我也留在你身边。顾宇，总算抓到你落单了，今天老子就要打死你！住手！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可以跑。走！谢谢，我是高一2班的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？疯子，不能被蛊惑了。他要订婚了，见豪门家的公子哥向来重利轻情，就像当年那个男人一样。李特助，你明天去订10辆豪车，我撞了姐姐的车，就赔她10辆。姐姐，明天见。快看是谁呀？哎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？就是啊，多霸气啊！太气派了吧！这是谁呀？好羡慕啊！这太牛了吧！这都是全球限量款的豪车呀，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啊！是啊，哎，好像是程律师服务的那个大客户太子爷顾宇。顾总，你看，哎，来了。这谁呀？这谁呀？全球限量款的豪车。是吗？这么厉害？姐姐不接我电话，也不接我，这可不行。喊。是。君和绿总的程律师，您订购的10辆豪车到了，劳斯莱斯幻影1台，法拉利 SF90 Stradler 1台。
别想了，他马上就要和豪门未婚妻结婚，我们不会有结果的。10辆豪车，程律师竟然是超级大富婆啊！太飒了吧，想抱大腿！是啊，好羡慕！程律师，这下里解除吧，程律师。哎，我程律师来了。顾宇，闹够了吗？带着你的车和人离开。程律师，别生气嘛。我昨天撞了你的车，这些是赔礼。我的老天奶啊！撞1辆赔10辆，这就是今天顶级豪门的实力吗？天哪，顾少对合伙人出手都这么大方，那对女朋友岂不是要宠上天了呀？谁能这么命好，能做顾少女朋友啊？谢谢顾总的美意，不过车不用赔了，不如进公司谈谈我们合作项目后续的细节。行，那我就跟你进去，慢慢聊。不上班都堵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沈律好，沈律好，沈小姐，李特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顾宇哥来了吗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是，顾总和程律师进去谈合作了。程律师，律所来新人了，还和顾宇哥有合作？哎，真没想到，夫人给顾总安排的联姻对象，居然和程小姐在一家律所。顾总，您自求多福吧。顾宇，你想干什么？一个要订婚的人，为什么要一直出现在我面前？我要做什么，你一直都知道的。从头到尾，我只想要你一个。你瘦了，我不在的这3个月，你有好好照顾自己吗？忘记顾宇，像得了一场重病。我如何骗过内心，骗过眼泪，顾宇，骗过自己？谁说的爱过就一定会留有印记？我们的爱再见他是要订婚的豪门总裁，而我不想和豪门有任何牵扯。多谢顾总关心，不过是最近工作压力大而已，不劳您费心。工作压力大，那你为什么穿着我送给你的鞋，脚跟都磨破了，也舍不得扔掉呢？也是因为工作。顾宇，你放开！你骗不了我，也骗不了你自己，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。从10年前你救了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认准你了。沈烈，这就是程烈的办公室，我自己去找他就行，你去工作吧。好。有人！没神，看来是我多心了。嘘，安静。
喂喂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饭了，这声音，顺便聊聊订婚的事情。在门口就听徐特助说你急匆匆来这边了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事儿，我们去办公室聊吧。行，正好尝尝你妈炖的汤。我能让顾夫人把顾宇哥谈了3年的女朋友赶走，就算再有新人出现，我一样能赶走。沈月明，怎么会是他？别娶了你！放开我！受够了！不能走，沈月明，我为你放弃了一切，你不能抛下我跟佳怡。我一个堂堂豪门大少爷，因为你被逐出家族，这是众叛亲离、一贫如洗的苦日子，我过够了！爸爸，你别走，别不要我和妈妈。不是说灰姑娘和王子会永远幸福在一起吗？那都是童话。现实生活中，王子只会和公主在一起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娶那个门当户对的女人，我要做豪门大少爷。爸爸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爸爸，求求你！要是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！你给我起，豪门之家最不幸，感情永远敌不过现实。沈月明，你抛弃妻女，有了新的女儿，新的家，可妈妈却……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别碰我！出去！顾宇，如果你没有出身豪门，没有未婚妻，该多好！不要回头，记住，他出身豪门，有未婚妻。顾总，我们还要这样跟着程小姐多久啊？直到她安全回家。她今天心情不好，怕她出事情。规划每一个路线转折，怪空气太过冰冷，眼神又太过炙热，才让你躲进人群，藏起了你的轮廓。顾宇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姐姐，你是忘记了我们的合作吗？顾宇哥，怎么是他？他竟然没死！难道顾宇哥的前女友就是他？这个声音，喂喂，爸，您怎么来了？所以她就是沈月明的女儿。你俩认识啊？家里人认识而已，我和她不熟。你就是新来的程律师吧？我是律所合伙人沈建威。幸会。你好，程嘉译。我还有个会，我先去忙。姐姐，等等我。顾宇哥，喂喂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今天要和顾伯母商量订婚的事情吗？谈好了，3天后世纪酒店举办订婚宴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顾宇哥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事先不要让顾宇知道。3个月前，顾宇刚和前女友分手，
这个时候让他订婚，只会适得其反。那不过你放心，顾夫人已经承诺，顾少当天一定会准时出现。伯母，这是先斩后奏啊！等到婚讯一公开，你嫁给顾宇，可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爸，你对我可真好。爸现在还不知道程嘉译就是他当年抛弃的女儿，正好借着订婚宴，我要让程嘉译明白，无论是爸还是顾宇哥，他都抢不走。顾总，我已经把这个项目所有的文件都发到你的邮箱了。我挺忙的，你先回去吧。程律师真冷漠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程律师，3天后我举办订婚宴，欢迎你来参加。没问题，到时候我一定到场。毕竟我也很想知道沈渊明见到我会是什么反应。订婚宴，我怎么没听说沈家有联姻的消息？顾宇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不必了，我没兴趣知道。你和谁订婚与我无关。还有事吗？没事就先出去吧。程嘉译，3天后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顾宇哥的官配，也会让你明白你和豪门之间的差距。妈，你让我来世纪酒店，说告诉我你和姐姐的谈话内容，我都等了1个小时了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哎呀，你急什么？好好的在酒店待着，一会儿我让建威来接你过去。接我去哪儿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知道真相，就听我的。给我查一下我妈和沈建威，用姐姐把我引过来，他们想干什么？顾宇哥，原来你的订婚宴也是在这个酒店。妈和沈建威之间果真不简单。是啊，顾宇哥，我带你过去。啊，我自己会走，你先过去吧。好，那顾宇哥你快点，我先过去了。引我来参加订婚宴，我倒是看看你们想干什么。不是那谁的小可爱吗？是吗？对呀，追了他很久了。你不说我都不知道呢。薇薇和她未婚夫可真是门当户对，珠联璧合呀。是啊，沈顾两家本就是世交，薇薇和顾少那就是天作之合啊。顾少，沈建威的未婚夫也姓顾。薇薇你来了，想你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沈律师今天很美，祝福你和你的未婚夫永结同好。谢谢，我很需要你的祝福。这位小姐看着眼生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。是啊，你们家富豪榜排第几啊？说不定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呢。之前好像没在 Lisa 姐的名媛班见过你，你去名媛班上过课吗？这可是我们圈子的必修课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失望了，我不是哪家的千金，家也不在富豪榜上，名媛班更是没有上过。薇薇，你怎么邀请一个普通人来参加你的订婚宴，而且连名媛班都没有上过？程小姐是我特别的朋友，今天是我和顾宇哥的订婚宴，我很希望他参加。你和顾宇的订婚宴？顾总，查清楚了，您母亲和沈家商议，今天为您和沈小姐举办订婚礼。
对啊，今天就是我和顾宇哥的订婚宴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两家早就有意让我们订婚了。程小姐怎么也知道顾少？也对，在我们圈子里，顾少可是太子爷，有钱有颜，你知道他也是应该的。程小姐是普通人，肯定没见过顾少。在我们圈子里的名媛们都想嫁给顾少，不过顾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只有建威这种有才有貌的千金大小姐才配得上。就是，顾宇的订婚对象竟然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人生可真狗血。沈小姐，祝你订婚快乐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，你可是我最特别的朋友，没有你见证我的幸福，我会很遗憾的。邀请你是为了让你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以后离顾宇哥远一些。现在离开岂不是太早了？你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故意让我来参加你的订婚宴，实际上是想让我……现在有请今天的男主角顾宇先生登场。顾宇，建威，好一场精心策划的订婚宴，不知道一会儿你们还能不能笑出来。顾宇哥，你来啦！沈建威以沈家千金的身份嫁给顾宇，果然门当户对才是他们豪门婚姻的不二法则。逼姐姐离开，哄骗我过来订婚，好啊，计谋一环扣一环，好得很。我们上去吧。顾少爷太帅了！微微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？竟然能嫁给顾少这么好的男人！这沈顾两家呀，本就根基深厚，这此后啊，必定是强强联手，羡煞旁人喽。陈小姐，按你的身份，应该不知道这两家联姻意味着什么吧？顾宇，你迎娶富豪千金，我也要重新开始生活了。你决定出发，我还留恋伤疤，不在东京，姐姐，不在纽约，别走，在熟悉的再等等我。欢迎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顾宇先生和沈建威小姐的订婚宴，两位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顾宇先生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沈建威小姐缔结婚约，与她相伴一生？顾宇，我和你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时差，往后我们这时差让人词不达再也不见。表达你还爱我吗？没问你没必要的。我确实是要订婚了，不过我订婚的对象不是沈建威小姐，而是程嘉译。我和他相恋3年，我们相处的每一幕，我都记得。我是新来的实习生顾宇，我爱他的千万种面，他的好，他的狼狈和耀眼。你是不是胃病犯？我送你去医院。我后一世只想与他相爱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从始至终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是不会出现在这里。顾宇哥，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。订婚宴，这分明是你和我妈的离间计。你们既然商量好了，那你就和我妈订婚去吧。顾宇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姐姐，是他们先斩后奏，
骗我参加订婚宴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所谓的订婚，顾宇并不知情。可以他的出身，就算不是沈建威，也会是别人。顾宇哥，这不仅关系你我，更关乎着我们顾沈两家的荣辱。难道你为了他，什么都不顾了吗？沈建威，你爱的到底是我，还是我的身份和地位？我爱的当然是你的人。好啊，那我立马让你一份财产转移书，将我名下所有的资产全部转让给程嘉译小姐。顾宇，你放开我，我要走了。我不想卷入你们豪门的狗血闹剧中。放开我！姐姐，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我不可能让你人财两空。既然有人费尽心思的想要得到我的人，那我只能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。你疯了！顾宇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不是要了我的人吗？我把人和爱都给你，钱全部给姐姐，这样公平。顾宇哥，你骗人！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原来你还知道我爱的人是姐姐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自讨没趣，瞒着我，和我妈一起策划这场订婚呢？程嘉译，你到底给顾宇哥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不是自诩不屑嫁入豪门的吗？原来你都是装出来的。沈建威，明明是顾宇砸的场子，你却把矛头指向我。你这个沈家大小姐也不过如此嘛。你记住，你口中说的那个充斥着算计、虚伪和令人作呕的优越感的圈子，我程嘉译避之不及。你不准走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就看着我，看着我如何扫清我们之间的障碍。各位听好了，从始至终，我顾宇和沈建威小姐没有任何关系。倘若今后哪家小姐还想与顾家联姻，请事先准备好财产转移书，让我拿给程小姐签字，否则免谈。他这么说，岂不是堵死了自己联姻的路？还有，不是他缠着我，而是我顾宇死皮赖脸的缠着他。我顾宇此生非程嘉译不娶。我顾宇此生非程嘉译不娶。胡闹！坚决胡闹！妈，都是他毁了我跟顾宇哥的订婚宴。沈月明，这张脸怎么会和如萍这么像？沈总，今天的订婚宴很是精彩，豪门的世界果然让我大开眼界，你总算是得偿所愿。他是……他们骗走！让开！我要爸爸！我要爸爸！她是我和如萍的女儿。姐姐，顾宇，你站住！妈，我再说一遍，姐姐是我的底线。这次看在您的份上，我忍了。但以后，您或者其他任何人敢打她的主意，就别怪我无情。顾宇，这男女主角都走了，我们也散了吧。沈建威平时就爱在我们面前摆架子，这回算是丢人丢尽了。爸，
们母女都消失了这么多年，他怎么会突然出现，还和顾雨搅在了一块儿？顾夫人，且不提您与我夫人秀雅多年的姐妹情分，单说顾雨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这不是把我们沈家的脸面按在地上踩吗？月明兄，消消气。建威这孩子，我是真心喜欢，否则以我顾家的门楣，又何必非要跟沈家结亲？微微想嫁入顾家，先学会低头，将来才能昂得更高。顾伯母，我爸爸刚才只是在担心我，一时情急，若是言语有冲撞，还请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顾宇哥肯定是被外人蛊惑了，才会做出这种糊涂事，我不会怪他的。微微，你放心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儿媳妇的最佳人选。程嘉怡，你等着，顾家才不是我最后的底牌。想不到沈渊明还记得我，他的表情可真够精彩的。从这里到最近的打车点要走5公里，能让我送你吗？顾宇，别跟着我。今天事情还没跟你解释清楚。你们的豪门大戏我已经看得够清楚了。今天你越界，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再有任何交集了。可是我放不下你怎么办？分手后的每一天晚上，我闭上眼睛，满脑子都是你。我只想和你复合。放手吧，我们不合适。只要时间够久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。我们都该向前看了。是，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切，但是时间也可以让人铭记一生。你不信我没有关系，我会慢慢证明我自己的。我送你回家吧。我说了不用。不想再听有任何一个不字。开车送姐姐回家。去哪儿？京平路65号坚城花园，谢谢。姐姐，对不起，因为沈建威和我妈的交易，让你受累了。我妈是用我们分手的真相把我骗来的这里，这一切我都不知情。如果你想知道真相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真相就是，我拿了你妈500万，答应离开你。程小姐这话也太犀利，太无情了，这回顾总怕上伤心了。我说了这么伤人的话，这次估计是真的要结束了。现在告别也好，麻烦停车，我要下车。不许停！真相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想骂我，现在就骂吧，我绝对不会还口。姐姐，我怎么舍得骂你？一定是我太差劲了，你宁愿分手，都不愿告诉我真相。你不用这样，我们分手是现实原因。既然是现实原因，那就不是我们俩的问题。你还爱着我，我也还爱着你。我不介意你拿了500万，所以姐姐，
复合吧。你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？随你怎么说，我是不会同意跟你复合的。我们之间的问题，其实3-2句话就能解决的。把暖气调大一点，开慢一点。哎，好。姐姐，3年前我能追到你，现在我也可以。现在的我，你看见了吗？没让你觉得失望吧？可是经历却想你了。哎，程律师，快说快说，你家顾总要送你什么礼物了？什么叫我家的呀？哎，我准备把这些东西都捐了。衣服、包包、珠宝、首饰、古董珍藏，这哥们儿和不要钱似的往你家丢呀！再送下去，岂不是要把整个故事都送给你了？我以为我冷落他几天，他就会放弃，怎么还越挫越勇了？还能是为什么？这就是爱呗！哎，爷爷，这么多金又痴情的弟弟上哪儿找啊？你到底为什么不肯复合啊？我不想走我妈的老路吧。哎，爷爷，撇开家庭不说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还爱他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沈小姐，顾先生这段时间一直跟在程小姐身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程佳怡，你让我当众颜面扫地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你可以出现。您好，您订过的早餐到了，放门口就行。好嘞。再忙也要吃早餐。自从你来了护士，每天的早餐、换季时必备的感冒药、调理身体的中药，总是按时送上门。他好像在用这样的方式，不断提醒我跟他之间不会结束。妈，他好像跟沈渊明不一样，我应该相信他吗？
绿，你快来公司吧，来了个大客户，指名要你负责。大客户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姐姐，你昨晚睡得可好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你无权过问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就说，我不太好。昨晚做了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梦，梦里是你主动的。顾总，火气大，多喝丝瓜汤。快看快看，顾总告白的视频都快在圈子里传疯了！哎，给我看看，真的！我的天，真是顾总，这侧脸，这深情款款的眼神，杀了我吧！到底是谁这么幸运啊？不知道啊，这视频里完全没有拍到女主角。什么视频？不会是那天？不会是那天？我已经让人处理掉了你的画面，我贴不贴心啊？顾总，未经当事人同意私自拍摄并传播他人影像资料，属于侵犯肖像权的违法行为。作为当事人和专业律师，即使你不出手，我也有能力处理。我知道了，程大律师，真是一点都不领情。放出视频，不过是让其他家族看到我的态度。我的新娘只会是你，我会等到你心甘情愿走向我的那天。你们说女主角该不会就是程绿吧？顾总跑我们律所跑得也太勤了。上班时间聊八卦，手上的案子都结清了吗？孟祈年，祈年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祈年，叫得真亲。原来程绿认识啊，还是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启航医药的孟总，就是他点名要你负责项目的。没问题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你来沪市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说来话长，我订了餐厅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他应该就是顾宇。凡事都要讲个先来后到，是我先来找程律师的，麻烦这位孟先生放手。不好意思，我的事比较重要，还请您体谅。体谅你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松开！我让你松手！你护着他，还是选择了他？首先，他是我的邻居，我们从小就认识。其次，工作是我的底线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你再这么公私不分的话，你别怪我。好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你先去忙。又是这种语气，和分手那天太像。我年轻貌美，身强力壮，一个老男人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走吧。程嘉译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您预定的情侣套餐已经全部上完了，2位请慢用。情侣套餐？抱歉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刚来沪市不久，所以对这里餐厅不是很熟悉，不小心订错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帮我们换一份同等价位别的套餐。
我们只是合作伙伴，不是情侣。好的。在意，你果然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冷静、理智。冷静理智吗？可是面对顾宇，我好像总是做不到。啊，习惯了，打小就这样。好了，别叙旧了，赶紧跟我聊一下你们公司具体怎么回事。他的防备心依旧很强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的是耐心。相关文件呢，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，你慢慢看就行。你不是说很着急的吗？牛排冷了就不好吃了，尝尝。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回去整理文件了。我律所一堆案子等着结呢。不好意思，下一次我做东，给你接风洗尘。啊，夏意。夏意，怎么了？好，抱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以后聊公事，约在律所比较合适。孟启年今天的举动似乎有些异于寻常，是我想多了吗？这该死的老男人，借着工作勾引姐姐，也不看自己的皮都松成什么样子了。顾宇哥，听说程律和孟先生是青梅竹马呢，他们两个看起来感情可真好。程律平时对谁都冷冰冰的，没想到对孟先生倒是热情似火。你怎么还是跟过来了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只是在工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要不来，我怎么知道那个……果然是豪门出身，表面的温顺只是伪装，实际上还是上位者的姿态，霸道和傲慢。夏意，是因为要处理顾先生的事才着急出来吗？没关系，下次我去你家做饭给你吃，做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。你，孟启年，你越界了吧？姓孟的，你。顾宇哥，你别生气，我相信程律他们只是在聊工作。闹吧闹吧，两人都在气头上，当场翻脸最好。沈建威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是故意带我来这儿的。沈建威，你最好收起你那些不入流的小心思。你段位太低，一眼就能看出。顾宇哥，你在说什么？刚才你可都看见了。原来是沈建威想让顾宇误会我和孟启年。看见什么？我只看见有些人处心积虑想挑拨我和姐姐的关系。沈建威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有人缠着我姐姐，那说明我姐姐本事大，有魅力，证明我眼光好。能不能留住她，是我的本事，跟你们无关。顾宇哥，他到底好在哪里啊？值得你这样去维护？我到底输在哪里啊？你跟我姐姐比，姐姐不过是皮肤比你白了点，眼睛比你大了点，身材比你好了点，头发比你多了点，能力嘛，比你强了点。够了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了。顾宇哥，他游走在你们二人之间，这是在养鱼。养鱼？我愿意被他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愿意被他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除了他与生俱来的身份外，顾宇似乎从未让我落入下风。沈小姐，
你自诩名门闺秀，对付人的手段竟如此上不得台面啊！程律师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忘了，你现在还不是律所合伙人，我还是你的上级。这就是你对上级说话的态度吗？是你以权谋私在先，我何必对你毕恭毕敬？你之前做的事情，我懒得跟你计较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会永无止境的忍你。不愧是我的女人，霸气。沈建威，这就是你和姐姐之间的差距。我又不瞎，怎么会看得上你？顾宇哥，你……沈小姐，你还好吗？我的事不要你管，做好你分内的事。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爸妈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今天辛苦了啊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姐姐，今天姓孟的是不是在餐厅纠缠你了？不是说乐意被我养吗？怎么，刚打发走沈建威，转头就对我兴师问罪？那你的意思是愿意包养我了？那我这么听话的鱼，是不是该有什么奖励？幼稚。好吗？姐姐，带我回家，好吗？护士，姐姐，今晚陪我，好吗？姐姐，再我一场，好吗？他总是有本事，一句话就把我拉入回忆的漩涡里。我要走了，让我抱一下，一下就好。回去吧。顾宇，月底就是故事项目结束的时间。我希望结束之后，我们俩之间不要再有任何交集。姐姐，难道这些日子我做的一切，还是无法让你感受到我的真心？这段时间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当作是你自尊心作祟、不甘心罢了。堂堂顾氏继承人，别像个丢了玩具的孩子一样。鬼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走妈妈的老路，你的真心我赌不起。程佳怡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该相信我？困住你的到底是什么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放手的。爸妈，今天顾宇哥明明都亲眼看到了，却还是为了程佳怡斥责我心思不正，意图挑拨。为了一个女人置两家脸面不顾，这是最愚蠢的事。月明消消气啊！微微，你放心，我会亲自出面去找程佳怡。我沈月明的女儿，想要的别人夺不走。就算她是我和如萍的女儿也不行。妈，高中时候他就勾引顾宇哥，我们的人竟然没能把他除掉，都怪他办事不力，才会让他到现在都跟顾宇哥纠缠不清。微微，不用怕，
他不过是常如萍生出来的孩子。当年我能处理掉他妈，现如今我也能处理掉他。易爷，你真的要把顾宇送的东西全都捐出去吗？对啊，项目马上结束了，我们也是时候告别了。你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吗？前2天我梦见我妈了，她在梦里骂我不孝女，马上就是她的忌日了，我不想让她失望。易爷，父辈的恩怨不应该由你来承担，我心疼你。够啦，我也不想让顾宇来承担，他就应该找一个跟他门当户对的女孩，不应该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我不想耽误他。好吧，易爷，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决定，我支持你。我也不会任由自己再这么下去，要重新开始。哎，电话进来了，我先挂了。喂，你好。我是沈月明，我要见你。沈先生，我只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你长话短说。程嘉译，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你的教养呢？你算我哪门子长辈？你有资格和我提教养吗？毕竟是你告诉我的，人为了往上爬，可以不顾一切，可以抛妻弃女，丧尽天良。程嘉译，你出现就是来破坏我们生活的，对不对？你母女俩是来报仇的，对不对？报仇？怎么做了亏心事儿，半夜怕鬼敲门吗？程嘉译，我今天就是告诉你，顾宇是微微的未婚夫，不是你可以休想的人。所以沈先生现在是在为自己的女儿出头啊。可是在我印象当中，你不是一个有父爱的人才对啊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把你妈叫过来，我当面问问她，这么多年是怎么把你教成这副模样的。闭嘴，不许说我妈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去律所找你，他们说你来了咖啡厅。沈月明，是我看不上沈静薇，你凭什么来刁难姐姐？你们沈家不是自诩书香门第吗？就教你来对一个女人逞能耍威风吗？刚才对话我已经全程录音了。如果你不想那些破事儿被你们豪门圈子知道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给我听清楚，程嘉译是我顾宇要护着的人，从今往后，或者沈家任何人再敢来找他麻烦，我会让你们后悔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保证，沈家人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。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沈月明，顾宇，你想认识真的程嘉译？姐姐，前面有水坑，我抱你过去。不用，这条路我都走过千百遍了。受够了！你有没有良心啊？现实生活中，我只会跟公主在一起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娶那个门当户对的女人，我要做豪门大少爷。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没有花园和后院，潮湿、拥挤，连阳光都吝啬施舍的角落。和你的世界很不一样吧？可这里也开出了最娇艳的玫瑰，它自信、果敢，美得让人一瞬也挪不开眼睛。可生在哪里很重要吗？贫瘠的土地也能孕育出生命，干涸的沙漠也能开出绿洲，不是吗？只有像你这样的豪门公子，才能轻飘飘地说出这种浪漫的幻想。可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就是我无数次想要逃脱的牢笼。那个男人为了荣华富贵，抛下了我和我妈。我在闲言碎语当中长大，看着我妈眼里的光日渐消沉，
这就是我父母的爱情，豪门公子一时兴起的游戏，赔上了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。姐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。可你的来时路从来都不是枷锁，它只会让我更心疼，更想靠近。这从来不是一场一时兴起的游戏。10年了，我喜欢你10年了，姐姐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在一起才3年啊！我没有胡说，10年前你……喂，程律，合伙人团队这边有事找你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们都再重新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关系吧。我循着你的眼神痕迹，怎么不断提醒所有那些曾经复杂的旋律，现在这漩涡之间。喂，李特助，帮我准备一份股权转让书，我要把我名下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姐姐。忘不掉的是先离开的。霍律，叫我过来是对我的工作进程有什么疑问吗？程律误会了，您的优秀啊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我们决定提前将你提拔为律所合伙人。恭喜程律！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按照规定，程律需要完成顾氏的项目才能晋升，现在这样是违规操作。作为律所合伙人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。沈律啊，虽然我们都是律所合伙人，但是这个是总部下达的任职通知，我们无权干涉。何况程律的优秀啊，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呀。程律，我这样也是为你考虑。顾氏的项目还没完成，你就这样急于求成，我担心难以服众。能否服众，口说无凭，数据才是最好的证明。进入律所之后，我不仅负责了顾氏的项目，还完成了宏远科技价值15亿的跨国并购案，新锐生物医药的融资确权案，项目成交率高达92%。92%，这是律所有史以来最高的项目成交率了吧？律所的平均成交率不过才58%呀。而且程律负责的项目全部都按时交付，从未逾期啊。就算如此，程律才刚来律所。沈律，我有能力，有业绩，有客户和团队的信任背书，这个合伙人的位置，我当仁不让。好，我们律所呀，就需要像程律师这样的新鲜血液的加入。程律的晋升仪式下周举行，散会。谢谢律所的信任，接下来我一定会交出更满意的答卷。看好你哦。她一个贫民窟长大的私生女，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？妈，怎么了？我已经劝说顾夫人将顾宇支到国外，时间大概1周左右。你必须好好利用这次机会，扳倒那个女人。1周之后，正好是她的升职宴。哼，妈，你放心，这次一定让她名誉扫地，和顾宇哥再无可能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有什么事情之后再说，我要去找姐姐一趟。站住！顾宇，你晕头了是不是？你难道要为了一个女人把整个故事都给送出去？别说整个故事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姐姐说要，我都会摘给她。和我去趟国外。妈，什么意思？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那就向我证明啊！只要你解决了这次国外分公司棘手的情况，向我证明你的能力，那我就相信你的眼光，并且以后不再阻止你
真的吗，妈？当然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在问题解决之前，你不许联系他。行，我们走。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妈，既然您还是不死心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妈，李特助，务必送我妈去登记。哎，顾宇，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妈，别演了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国外根本没有什么棘手的情况。您把我支开，是又想和沈家唱哪出戏？我没有。让您整日为我的事劳心劳力，是我这个儿子做的不对。国外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您可以去颐养天。顾宇，顾宇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跟我一块儿走！妈，听到没有？为了保护姐姐，我只能这样做。怎么感觉有人跟踪我？那天之后，顾宇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或许是他想明白了，这样告别也好。都怪你，动静搞这么大，差点就被姐姐发现。顾总，我真不明白了，您这一周都故意不出现在程小姐面前，每天都偷偷摸摸观察她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能感受到姐姐还是爱我的，只是她还在犹豫，不想把她逼得太近，想给她一些时间，发现自己的心。只要她回头，我就在她身后。让我们恭喜程律正式成为律所合伙人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往后呢，我们继续共同并肩作战，祝律所再上一层楼。你们随意，我干了。程律，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合伙人，未来必定是前途无量啊！陈丽就是我女神，我是陈丽的头号迷妹，这个位置谁也不准和我抢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就别拿我打趣了，我社恐。你们玩，今天晚上玩高兴，所有的消费我买单。姐姐，恭喜！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位特别来宾没到场庆贺呢。嘉义，难道是顾宇？嘉义，恭喜你，你今天真美。天哪，原来是孟总！难道我女神今天就要事业爱情双丰收了？孟总，一表人才，年轻有为，跟程律还是旧相识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哎，顾总，您不是说爱情要留白吗？个屁！你看有人在挖我墙角吗？谢谢你的花儿，但是玫瑰代表爱情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不合适哦。徐助理，既然这是孟总的美意，那就麻烦你把它分给大家，一人一支，我们沾沾喜气。好。果然姐姐心里只有我，不自量力的老男人。孟总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好。哎呦，哎，走，跟上。程嘉义，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。今晚过后，你和顾宇哥再无可。孟祈年，我不知道最近你这些所作所为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非常不喜欢。嘉义，这段时间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思吗？我念在你教我妈一声程姨的份上，今天的事情就算了。如果你还想继续做朋友，请停止你自以为是的行为，我对你没意思。嘉义，
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？跟他没关系，是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。难道你就不好奇他消失的这段时间去做了什么吗？啊？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和富家千金相亲，我不忍心你一直被蒙在鼓里。像他这样的公子哥，不过就是玩玩而已，又能有多少真心？够了，他做什么事情是他的自由，我跟他早就分手了，我无权干涉。倒是你随意偷拍他人，这难道是什么君子所为吗？夏意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护着他？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那我再说清楚一点，就算没有顾虑，我跟你也没可能。不得不承认，看到顾宇和别的女人相亲时，我没有想象中的释然和放松。可当我听到孟启年对他诋毁时，我依旧很愤怒。程佳怡，我是不会放弃，今晚我一定要得到你。敢污蔑我！李特助，去查查这个孟启年是什么来历。好的，顾总。不过您刚才为什么不出去解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您是想看程小姐的态度。看到了吧？什么是正宫？任凭外面的野男人如何左右，姐姐心里还是向着我。姐姐这么爱我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手呢？小姐，您这都喝了第10杯了，真的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是怕我付不起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律所合伙人，年薪100万。我还拿了我前男友妈妈500万的分手费，我有的是钱。小姐，您这年入100万还在这儿买醉，您缺的不是钱，是爱呀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倒酒。哎，好。小姐，酒都在这儿，您慢点喝。第一杯，敬我伟大的父亲沈月明先生，感谢你抛弃弃女，让我知道，爱情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松手！放开！第二杯，敬我3年的爱情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一定要对我这么残忍？你的3年何尝不是我的3年？第3杯，敬顾宇，敬你终于放手，敬我们的未来永不相见。有些远方让风代替我们抵达，没勇气说完的那句话，希望有。小姐，你没在这儿睡啊？你家里人电话多少？我给他们打个电话。没有家里人。那朋友也行，实在不行男朋友呢？哎呦，我这脑子，您失恋了？谁失恋了？我们只是各自安好，两不相欠。您这是喝多了还是没喝多呀？我能怎么？我是他的朋友，我送他回去。啊，好。我的女人。就不劳孟先生费心。你怎么来了？孟先生，
你可以走了。我的女人，我自己会送。顾宇，你们已经分手。我和嘉义从小就认识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这样的豪门少爷。嘉义跟我说，你的固执让他感受到了困扰。就算是为了嘉义好，你也应该放手啊。孟祁年，我和姐姐之间的事情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了？你和他从小就认识，他若真的看得上你，又会有我什么事儿？顾宇，你在说什么？孟祁年，你叫嚣的越是厉害，就越是证明姐姐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别在这自作多情，跳梁小丑！吵死了！你们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姐姐，我们回家。漫漫长夜，我没时间在这看这个跳梁小丑耍杂技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到那个老男人的骚扰。别碰我！出去，我不想见。姐姐喝醉了还真是可爱。行，我不碰你，我去给你拿瓶水。姐姐，喝水。原来姐姐喜欢这个，早说嘛！你脱衣服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姐姐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我都干了什么？姐姐，要不要脸你？一边跟富家千金相亲，一边跟我纠缠不清，把我当什么？相亲？姐姐，我可没有分身术，这些照片都是假的，我这个礼拜都在你身边。不信，你可以去调监控的。所以我的直觉没有错，一直偷偷跟着我的人是你。姐姐，我去相信你这么生气，是不是知错？我只是不想牵扯进你们豪门圈子。既然误会弄清楚了，那就好，别给我扣上什么不清不白的帽子。
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一直叫我名字。我真这么说的？对啊，你还抱着我不放手呢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你犯罪的证据。昨晚当然没说，不过只要能让你回心转意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喝醉的话你也信？人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更何况你是一个从来都不会买醉的人，你为什么喝这么醉？是不是打算以后继续骗我？顾宇，有些事情看破不说破，这是成年人心照不宣的默契。程嘉译，你面对问题从来都不会逃避，为什么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就这么没信心？好，你等着。这是股权转让书，你签了字，我在顾氏所有的股权都可以无条件的归你。你真以为我不敢签啊？签了字你就一无所有了？对，我就是要押上我所有的筹码，向你证明我顾雨露是背叛了程嘉译，就一无所有。我不想给自己留后路，也不想跟你留后路。姐姐，我想你正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一刻，我无法再忽视顾宇的决心，也无法再欺骗自己的感情。他的炽热让我无处遁形。再给我点时间吧。好，那我收点定金。我去律所了。我送你。走吧。怎么能是顾宇哥呢？程嘉译昨晚不应该跟孟启年在一起吗？不行，我绝不允许他们复合。姐姐，我晚上来接你。赶紧走。好吧，我走了。陈律师早啊，早啊。陈律师，昨晚宴会后半场都没看见你人，干嘛去了？昨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，我就先走了，所以就没跟你们说，抱歉啊。哪个客户呀？该不会是顾总吧？怎么可能是顾总？女神，你就别装了，刚才我都看见了，而且你衣服都没换，脖子上的小草莓暴露啦。昨晚你是不是和顾总讲娘娘啊？你少胡说八道啊！上个季度的信息汇总做好了吗？我马上要核查。是，好。该死，顾宇，太社死了！我的老天奶呀！许你愿用10年单身换我 CP 原地结婚。顾总，我们去哪儿？去启航医药找孟启年。顾总，您不会是要去做孟先生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个文明人，凑他岂不是给他机会，带着伤去找姐姐哭诉装可怜？我要让他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顾宇，你凭什么举报撤销我的职位？动了不该动的心思，你早就应该知道有今天的下场。顾宇，你这样公报私仇，就不怕我告诉嘉义吗？他最讨厌你这样以权势压人的富二代。孟启年，是男人就该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，只会告状，该去幼儿园重刑。你像你这样的公子哥，根本就不明白，也不懂我们这样普通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的。你肆意践踏别人的尊严，你不怕你良心过不去吗？首先，你要是真的滴水不漏，任凭我怎么举报，都查不出问题。其次，我没兴趣去践踏你的尊严，我只是清理门户罢了。清理门户？孟先生，友情提示一下，
启航医药是顾总在大学时投资的企业，所以他现在的身份不是你的情敌，而是你的老板。什么？还以为顾宇就是个草包少爷，没想到他竟然……这些年来，我投资的企业数不胜数，要不是你，我都差点忘了自己还是启航药业的股东。你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，还妄想接近姐姐，孟祈年，你醒醒吧！你们孟总在里面吗？我有一份文件要给他，一直没联系上他。顾宇，如果让嘉义知道你心狠手辣的模样，他还会喜欢你吗？姐姐，你不要怪孟先生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嘉义，我没有，姐姐，我来找孟先生，是想告诉他我们公平竞争，可他却跟我说，你们俩情投意合，两小无猜，让我别再肖想。我昨天不是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对吗？你这是在造谣，你懂吗？嘉义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刚才原来是孟先生一厢情愿啊。姐姐，你就更不应该怪孟先生了，他打我不过是嫉妒我们有一段过去罢了，我可以忍的。顾宇，你胡说八道！刚才够了，孟祈年，我以为你只是鬼迷心窍，说了几句胡话而已，没想到你居然在公众场合打人。这是项目的最后一份合同，确认无误之后，我们的合作彻底结束。以后，我们不再是朋友。哎，姐姐，等等我！靠！顾总怕不是早就知道程小姐今天会来找孟祈年，高，实在是高呢。姐姐，快帮我看看，我是不是毁容了？行了，人都走了，别演了。你怎么看出来了？你顾宇怎么可能是任人欺负的性子？那姐姐，你刚才在那么多外人面前那么维护我，我好感动啊！你这么爱我，那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就是烦他，刚好利用你甩掉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利用别人，就只利用我呀？那说明我在姐姐心目中还是很特别的。顾宇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那脸皮不厚，怎么娶老婆呀？幼稚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找医生。佳怡，你等等，妈不知道还能再陪你多久，有些话妈妈想提前告诉你。妈，都怪我，要不是为了养我，你也不会一天打3份工，积劳成疾。佳怡，不怪你，妈妈从来没有后悔生下过你。错就错在我瞎了眼，看上了那个人渣，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我有您就够了。佳怡，你记住，豪门之家最无情，你以后不要再趟这趟浑水，步我的后尘。妈，医生，妈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
到你家楼下了。没事，我就是做了个噩梦。我先回去了。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噩梦，才会让他如此不安？妈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爸圈出无果，孟启年那边又失手了，这个程嘉译就是死缠着顾宇哥不放。微微，你得沉住气，等我亲自去会会他。您亲自去？可您不怕当年的事？怕？哼，她一个底层摸爬滚打的私生女，现在攀附上了顾宇，不过是为了钱。顾家那种门楣是不可能让她进门的。我这次去，正好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拿钱离开。妈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。可惜这一切您都看不见。高三那年，您突然就……快，三楚，下手不在，病人自己拔了氧气管，快！三楚。为了不拖累我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一直记得你跟我说的话，可是为什么命运这么喜欢开玩笑？我在一起3年的男朋友竟然也是一个富家公子，他热烈也很真诚，可是我害怕这又是另外一个陷阱。您说我该怎么办？姐姐今天没有去律所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沈建威的母亲怎么会来这里？你就是程嘉译。哼，果然是底层出来的平民，跟你妈一样，都是想攀附豪门的捞女。你妈当年想抢我的联姻人选，而你想抢我女儿的联姻对象。哼，你就是沈月明二婚的妻子吧？你们家里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个个自视甚高。果然是私生女，长辈都还没说完话就想走，真没教养。我不想听劝废。我不和你多废话。顾家那种门楣是你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。你离开顾宇，我同意你回沈家，做沈家的二小姐。你为什么觉得我想回沈家？你妈当年费尽心思想嫁入沈家，而沈家宁愿把你父亲赶出家门都没同意。沈家那种门楣之高，是你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。你如果聪明，就趁着这机会进入沈家。姐姐一直讨厌豪门，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？
我要是想攀附权贵，顾家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，给你女儿让位？程家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方秀雅，你敢动他试试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原来姐姐和沈家的关系这么复杂，因为父辈的事，她才不敢接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今天没去律所，我担心你。另外，我想知道你考虑的怎么样了。你若是点头，我会帮你清楚所有的账。顾少，你误会了，我和程小姐不过是起了一点小争执，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刚才都动手了，还说是一点小争执，你当真以为我是傻子吗？顾少，你别动怒，我马上就走。其实我来呢，就是想关心一下程小姐。这个纹身10年前，你是不是进过我妈的病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刚才的提议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先回去吧，我想静静。希望你被爱着，我希望你要快乐，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。当年明明医生说妈妈的病情正在好转，我妈也说过想要看着我上大学，她怎么可能自己拔氧气管呢？沈月明，方秀雅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得清清楚楚。徐院长，徐院长，我妈的事情，我不仅是作为一名家属申请查看监控，更是作为一名律师，我在调查潜在的医疗纠纷。常律师，我说过了，不是我们不配合你，而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，您母亲当年病房的监控实在是找不到了，您就别为难我了。徐院长，喂，师姐，有消息了吗？你们律所和卫健委长期合作，肯定比我能说得上话，对吧？佳怡，非常抱歉，我能找的关系我都找了，对方的态度很微妙。谢谢学姐，没关系，改天请你吃饭啊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不，我不甘心。姐姐，你竟然真的打给我了！你想要的答案，我们见面说清楚。顾宇，我可以回到你身边，只要你帮我查到10年前仁和医院603病房监控视频。我会帮你查清楚，但我不希望你以这种方式回到我身边。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吗？姐姐，我爱你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我要你回来，不是希望你委身于我，更不想我们之间的爱情变成恩情。豪门之家，凡事都讲究利益交换，他竟真的愿意为我无条件的付出？那如果我要得寸进尺，让你做我的当铺，我要利用你扳倒沈家，你接受吗？舍我其谁？你不想知道原因吗？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别说扳倒一个沈家，就算是掀翻整个富豪圈，我也会双手奉上。好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我要尽快看到监控视频。现在你可以走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姐姐，我们像不像史密斯夫妇？谁跟你是夫妇？我想你能制造完美的
我先走了。顾宇，姐姐，我会陪你走出心魔，直到你伤口彻底痊愈的那天。徐特助，我需要你帮忙，帮我查沈建威在律所期间经手过所有的案件。汇总一份发我邮箱。好的，程律。不过你要这个干嘛？我要搞清楚一些事情。如果妈妈的事真的和沈家夫妇有关，那我就拿他们的掌上明珠开刀祭旗。姐姐，当年的监控视频找到了，快给我！你确定要看吗？没有人比我更有权利知道真相。真的是他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就知道。不如我们把他交给警方，他们会处理好的。报警，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既然真相已经明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你不要忘了，我是你的刀，也是你的刽子手。不用，有些事情我要亲自做。你回去吧，我要静静。我就在这陪你。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那我走了。妈，对不起。当年我不该离开病房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姐姐，沈家欠你的，我一定帮你讨回。顾总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大力打击沈家。妈，女儿不孝，我到现在才知道真相。顾总，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律所了？是来找程律师的吗？他昨晚没走，他在门口守了一夜。程佳怡，打起精神来，为了妈，也为了真正关心你的人。姐姐，早餐，现磨的咖啡在里面，没加糖。谢谢。顾总大早上来，原来是为了给程律送早餐呀！妈呀，这是要甜死谁呀？见者有份儿。徐助理，你待会儿带大家去前台领一下。顾总真霸气，我们也是沾上程律的光了。慧律，紧急会议。好，程律，有个紧急会议，让我们现在就去会议室。走。你休息一天吧，我跟霍律讲。不用，这个会议是我送给沈家的第一份礼物，我必须到场。放心，我没事儿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请问你找谁？女士，女士，我找程佳艺。
顾夫人，姐姐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来处理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昨晚总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，内容涉及了我们律所合伙人严重违规操作。合伙人违规操作，这可是行业大忌，一旦曝光，这职业生涯可就完了。看来我举报程嘉译私生活混乱的事成了。相信总部对此事一定高度重视，我建议即刻启动内部调查。我赞成程律师的做法，并且此次违规人员就在我们内部。可是我们分部律所不就只有霍律、沈律、程律3位合伙人吗？我和霍律在合伙人的位置上这么多年，不敢说毫无瑕疵，但律所也始终风平浪静。怎么程律师一上位，就出了这样的事儿啊？沈律的意思是，违规操作的人是我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，难不成是你做贼心虚了？霍律，我建议立刻公布违规人员的信息，并申请吊销他的律师证，将他从律所赶出去。好，沈建威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沈建威，违规操作的人就是你。怎么可能？霍律师，你搞错了吧？应该是程嘉译才对，举报信是我写的。沈建威，总部不仅核实了你违规操作的证据，并对你恶意抹黑程律师的行为非常生气。总部要求将你即刻停职，接受调查。散会。程嘉译，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没想到昨天晚上刚发的举报信，今天早上就有了结果。这总部的工作效率我很喜欢。我送你的这份礼物，你喜欢吗？程嘉译，你敢害我，不会放过你的。徐助理不是说他们已经到咖啡馆了吗？人呢？我利用顾宇，违背了当初和顾夫人的约定，我得把500万还回去。妈，您不在国外享受生活，突然回国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为了一个女人把我送走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？故意把顾夫人送到国外了。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妈，岂是送出国这么简单？我跟你说过，姐姐是我的底线。你为了赶走她，一再的伤害她，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。顾宇竟然愿意为了我做到这种程度。顾宇，顾家几代单传，找儿媳妇儿就算不看重家世出身，但起码也要人品清白。像这种私生活混乱的女人，到底有什么好？姐姐，顾夫人，这些照片是沈建威给你的吧？你怎么？这500万还给您。你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顾夫人，我爱顾宇，我不会离开他。至于您担心的这些问题，我会利用法律手段自证清白。
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。姐姐，妈，您从小就教导我，识人如品茶，要有心去感受，不能只听别人说的。您的话我都记得，可您怎么就忘记了呢？姐姐，您走。看来我真是错怪他了。不行，我得派人去查查沈建伟。姐姐，你刚才怎么当众对我表白啊？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不用不好意思，我这么做不过是不想让他打乱我的计划。你放心，没有人可以打乱你的计划。李特助，程小姐，顾总已经把他在顾氏的所有股份都转移到你名下了。你什么时候？趁你睡着的时候。你以后就只管往前冲，顾氏就是你最大的靠山。对了，顾总，这是沈家送来的邀请函，下周沈月明寿宴。姐姐，你想怎么做？沈月明寿宴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当然是要亲自到场庆贺。到时候记得穿得帅一点。姐姐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色诱沈建威吧？我可不同意啊！我的这副身子只属于你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一次寿宴，我要你以程嘉译男朋友的身份出席，我要给他们个惊喜。妈，我要的东西你弄来了吗？微微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要是被顾家知道，恐怕……妈，我没有退路，律所已经介入调查，我之前暗中帮沈家牵线搭桥的事儿瞒不住了。如果再抓不住顾宇哥，爸爸一定会把我嫁给别人的。我不想。好，妈支持你。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再加上记者上门，舆论施压，他顾宇就算不想娶，也由不得他了。哼。姐姐，你今天好美啊！东西准备好了吗？万事俱备，你开口，我执行。走，来，干一杯！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妈，一会儿您把药下在杯子里，我再拿给顾宇哥。我明白，记者我也准备好了。微微，这次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。刘公子，请。慧慧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刘公子在国外也进修过法律，我想你们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。爸，你怎么……夫人，咱们还是给他们年轻人多一点空间吧。抱歉，刘公子，我跟你没有什么话可说的，我已心有所属，识趣的话，请你自行离开。慧慧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沈建威，你倒贴顾宇，被他当众拆穿的破事儿，早就在圈子里传开了，真以为我稀罕你啊？沈月明，我们两家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刘公子，刘公子，沈建威，你胡闹什么呢？爸，你明明知道我只喜欢顾宇哥，你不是说过会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顾宇，你看他搭理咱们吗？宴会都要开始了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爸，再等等吧。我看他是不会来了。不等了，开始吧。谁说我们不来了？顾宇哥，这是我爸的寿宴，你带他过来干什么？我们沈家不欢迎他。不欢迎我，就是不欢迎顾总，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。她就是顾总的女朋友，好美啊！程嘉译，你不是说你不嫁豪门吗？你怎么能跟顾宇哥在一起呢？沈建威，你说错了，我已经将顾氏股份全部转让给姐姐，所以姐姐才是豪门。我只是被她包养的，
来者皆是客，欢迎顾少和程小姐赏脸来参加我的寿宴。客？我可不是什么客人，我应该是这里的主人才对，毕竟我才是沈家的长女，对吧？沈月明。沈家长女，顾少女朋友竟然是沈家的人。可是这么多年没听说过沈家有什么长女。沈建威不就是沈家的独女吗？陈嘉义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给您祝寿的呀。祝沈先生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祝沈先生抛妻弃女，日夜难安。抛妻弃女，沈家竟然有这样的丑闻！当年你为了荣华富贵回到沈家，留下一堆债务给我和我妈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有今天。程嘉义，是你妈让你来砸我场子，让我颜面扫地的，对不对？程若平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你没资格提我妈，她早就被你的枕边人给害死了。什么？你说尤平死了？你应该问问你的好老婆才对。秀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竟然知道我的过去？没有，月明，你别听这丫头胡说八道！来人，把这个造谣的女人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造谣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。放！啊，这上面的人是沈夫人。沈夫人竟然真的杀人了！冯秀雅，你怎么能杀了如萍？没有，月明，我怎么可能杀人？这个视频一定是合成的，一定是假的！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是没有人知道的。请各位先生离开，不要关门处理一下家事。处理家事，你想的简单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在沈氏集团沈月明先生的寿宴上发现了其妻子的杀人视频。沈月明先生，您对其妻子的杀人行为毫不知情吗？沈夫人，对于视频内容，请您回应一下。沈小姐，据说您是一名律师，您对您母亲的杀人行为有什么看法呢？是大义灭亲，还是选择为其辩护？不要！不要！请您回应一下！不要！不要拍！不要！请回来一下！请您回来一下！月明，哎，快拍！妈，害死你的人终于得到报应了。姐姐，程阿姨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。程嘉怡，你这个贱人，毁了我们陈家！我要你死！程嘉怡，高中的时候我就该弄死，才不会给你接近顾一哥的机会。去死吧！顾宇，姐姐，你做到了。今天应该是你最开心的日子，别为了我哭。别说了，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不，我要说，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其实，姐姐，你不是要分手吗？我答应你。不，我不分手。我爱你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爱你，你听到了？听到了。程嘉玉早就立好了遗嘱，如果一旦出事，我名下的所有资产都会自动转移给你。你不需要依附任何人，过着豪门。你现在是全国首富了。我不
抢过首富，不要抢我，只要你活着。你走了就没有人爱我了。是否太晚？路已走远，我的眼眶泪太满，走不回你的身边。病人被坚韧物品刺伤，紧阻动脉，需要立即手术，快！你好，家属请在外等候。请问您和病人是什么关系？需要签一下知情同意书。我是他爱人。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？顾雨，此刻脚步为什么到现在我才发现对我这么重要？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不过情况有些复杂，以后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。植物人？家属可以进去看看。霍律，关于海外分所负责人的机会，我决定放弃。程律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以事业为重的人，为什么要放弃这次机会？因为这里有更重要的人和事在等着我。你和沈家的事儿，我多少也听说了一点。程律，你辛苦了。谢谢霍律。顾雨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让我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沈渊明成了植物人，沈建威和方秀雅被判死刑，血债终须血偿。等你醒过来，陪我去看看我妈好吗？顾夫人，程小姐，顾雨现在已经成了植物人，你确定还留在她身边吗？我爱顾雨，无论多久我都愿意陪着她。这是财产转让书，顾雨给我的一切，我还给你。希望你别赶我走。以前的事情是我错怪你了。这是顾雨的日记本，医生说多回忆过去有助于病情恢复。今天我差点死在巷子里，可一个女孩救了我。她出现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完了。今天我差点死在巷子里，可一个女孩救了我。她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可以跑。我只听见自己狂乱的心跳声。你知道我完了。我打听到她是高3年级第1的程佳怡。程佳怡，我们还会再见。原来你真的爱了我10年。姐姐，顾雨，你醒了。这一次我们不要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。大树下的你，红色围巾，手心里捧着雨。